家收睇藝坊星期天，我係 Billy 李子芬。香港藝穗會坐落喺中環下亞厘畢道一座有趣嘅歷史建築裏面。咁最近建築物咧經過修葺，換上全新面貌，咁令我哋更加了解過往嘅歷史轉變。陣間第二節，我哋會同大家詳細再講。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會介紹兩位嚟自加拿大溫哥華嘅音樂人。06年佢哋開始共同創作音樂，佢哋嘅名字係 Japandroids。咁仲有俄羅斯藝術家 Olga Tobelets。咁佢哋喺古典藝術同埋神話之中攝取靈感，融合現代元素同埋新科技，化成新穎嘅當代藝術創作。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啊！不過首先呢，我哋先去一轉太古坊，參觀駐北京藝術家宋冬喺香港嘅首次個人展。今次展覽由亞洲藝術文獻庫同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M+ 聯合主辦，名為《宋冬36曆》，展期去到星期五2月8號。呢個活動係同宋冬一齊合作，完成一件藝術品啊嘛，432個人嚟一齊做呢件藝術品，好震撼啦！因為佢用432個人嘅唔同嘅角度去睇歷史啊嘛，喺入面嘅歷史，每個人亦都有唔同嘅觀點咁去睇佢。首先好玩啦，同埋好有意思啦，好似今日卜卜齋咁咧，係可以好貼地咧，好草根咁樣咧，一齊嚟到去參與創作。咁我哋希望呢一件事可以一路發揚光大，可以令到好多人去諗翻其實歷史同我哋每一個人有啲咩關係。1月21號，432人聚集咗響鰂魚涌嘅 Artistry， 同宋冬一齊完成佢嘅作品36曆。由78年開始，一共有432個月嘅月曆，每位參加者可以自由修改1個月嘅月曆，並且加入個人嘅元素。A lot of artists are working with participatory elements within their works, and I think Song Dong is definitely one of those artists who has engaged the public in different ways throughout his career. Thi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 think, for this project because he has been clear from the beginning this is his version of history. And so he felt it very important to open up his version of history and invite other layers of interpretation. 这个是目前我们谈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当代艺术的一个概念，我们叫关系美学，叫 relation aesthetic， 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作品是在一个我们人类的交往的行动和行为里边在产生作用的。我们还有5年开幕，所以我觉得这5年的时间是真正的在香港培养一个 art community、art audience。公眾參與部分以宋冬嘅手繪月曆為基礎。月曆記錄咗過去36個年頭，每個月都有一幅畫同埋一段文字，描述佢生命中一件重要嘅事。佢用咗1年時間畫呢啲線圈月曆。我覺得1978年對我來講2個重要的，一個是那年開放了，還有一個是那年是我第一個本命年。因為本命年呢，因為原來都覺得就是老想趕緊長大，到了第一個本命年就說12年已經完成了。對我來講我36歲的時候，其實是我人生特別大的一個轉折。那一年我有了孩子，但是我失去了父親。然後還有呢，就是從78年到了這個2013年，就是36年，所以正好也是這個一個恰巧的一個數字3輪。宋冬1966年響北京出世，佢嘅家境曾經唔錯，但係佢爸爸宋世平捲入文化大革命，被送去勞改。宋冬由媽媽趙湘元帶大。宋冬嘅外祖父1953年被共產黨指控為間諜，父親入獄令趙湘元家道中落。宋冬1989年喺北京師範大學畢業，但係軍隊鎮壓天安門示威之後，佢就冇再畫畫，改為做比較前衛嘅藝術。
佢嘅作品經常以佢同家人嘅關係做主題。我非常愛我的家庭，而且我也喜歡家庭這個概念。其實也可能跟我的這個童年的成長，我的父母給了我一個非常好的童年，我覺得我很感謝他們，跟這個有關。我認為是這樣，就是我的家庭呢，出身從我小的時候，好像那個時候非常重視出身。我覺得我的出身不是紅五類家庭，所以呢，肯定是要遭受很多的白眼啊，就是看不起你。1997年，宋冬創作影片裝置《撫摸父親》。佢話記憶入面細個嘅時候冇咩摸過爸爸。響作品入面，佢初時想用手摸佢爸爸，但係因為佢爸爸唔係好自在，佢要將手掌嘅影像投射到佢爸爸嘅身上，去表達佢對爸爸嘅尊敬同愛。2002年裝置完成之後5年，宋冬嘅爸爸離世，佢媽媽大受打擊，結果佢收藏物品嘅習慣變得越嚟越極端。為咗改善媽媽嘅生活質素，宋冬決定用佢放響屋企嘅1萬幾件物件創作成一個大型裝置。呢個裝置名為物盡其用。05年響北京嘅北京東京藝術工程首次展出。父親走了以後，實際上對家庭的那個打擊，極其沉重。尤其是對我媽媽，基本上就是在家裡頭就是哭，然後把很多的東西，然後都擺滿整個的家。然後我就問他為什麼要這麼滿，要把屋子。他說用這個滿呢，可以彌補你爸爸走了以後的空。他可以從這些物件當中可以看到很多記憶。宋冬嘅媽媽2008年去世。2011年，宋冬為咗紀念父母，舉行《爸媽別擔心，我們都挺好》的個人作品展。展出作品包括物盡其用，以歷史為背景記錄佢嘅日常生活嘅36曆，繼續探討個人與政治以及與國家之間嘅關係。展覽將舉行至2月8日，公眾參與嘅作品會之後放響亞洲藝術文獻庫嘅網站展出。艾普當代藝術